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太平洋流通公司的前董事长李兴龙，为着要来争取到所有的经营权，涉嫌污税。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永明、民进党籍的立委苏贞昌、陈东山、无党籍的立委赵正武，以及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廖国栋。其中，陈东山已经以50万来交保，赵正武昨嘛以700万来交保，其他的被告拢押回过来困一暝。再去针对着苏贞昌涉案的部分，继续来问笔录，应该到底要有结果咯。因为介入所有经营权的案件，涉嫌贪污2000万，立委苏贞昌加办公室主任余学勇，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福华，再去继续开羁押庭，就是要了解立委加李兴龙、郭启明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触犯保险啊，我何止清白，我是被害人。虽然李兴龙讲这是招的，不过检察官唔相信，就是因为苏贞昌的财产超过1亿，为检察院的财产申报，2008年伊做立委的时，存款的现金是0；2015年679万；2016年民进党执政时，增加为1584万；2019年金额增加到7528万。若国民党涉嫌贪污的立委，搁较有钱。立委陈超明4到4笔的土地，立委廖国栋登记有15笔的房屋。计得有2亿5000万，这个案件搁加出案外案。记者咧问钱来源，无党籍立委赵正武拢无讲话，检调敢若伫因厝内超出真济现金，总共有920万。检调追查所有经营权公司法受法案，透过监听法院讲，政治公关郭启明涉嫌协助殡葬业者污税立委赵正武变更阳明山公园管理处的限制区的地目，希望会使改为会使开发的地目，敢若是透过国会助理林嘉琪收1000万的汇款来施压营建署变更地目。目前，电脑是赵正武的办公室主任林嘉琪，何人收押禁见？赵正武100万块交保，检方嘛提出控告。其他8名被告，包括立委在内，伫今日进行较早毋捌有的马拉松的羁押庭，估计上紧尾暗仔裁定才会知影。